大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。今日咧，我揀選咗喺我哋良友電台國內一位嘅聽眾，佢嘅來信，我哋為佢守望。呢位嘅聽眾係叫做鄧弟兄。弟兄咁講，我係先天性失明，從小就喺福利院長大，仲患有自閉症。咁有基督徒嚟到福利院做義工，佢哋見我呢種情況就開始訓練我講嘢啦。從8歲訓練到18歲，喺呢10年之間，我學習講說話。我學會嘅第一句話就係耶穌愛我。我都好喜歡唱詩歌嘅，眼睛睇唔見就死記硬背啲歌詞啦。而家呢，我好幾百首詩歌都識得唱啊，真係非常嘅感謝神。神呢，安排咗好多基督徒喺我身邊，佢哋無私嘅幫助讓我好感恩。如果唔係有主耶穌，我早就唔喺人世啦。曾經到各地方嚟到去傳福音，經歷咗好多嘅患難㗎，我嘅手同腳都試過跌斷啊。不過主嘅愛激勵我，讓我去為佢做見證。弟兄姊妹，我哋低頭一齊為鄧弟兄祈禱。主啊，你喺塵埃嘅當中抬舉呢啲卑微者。你亦都用你嘅慈繩愛索引領鄧弟兄，主啊，鄧弟兄去被你去陶造佢嘅生命，佢各處嘅嚟到去傳福音，去見證你。我求你繼續嚟到大大使用弟兄，讓佢嘅生命可以繼續不斷成為更多人嘅祝福。我哋同心嘅禱告，仰望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。阿門，阿門。鄧弟兄嘅故事真係讓我哋好感動嚇。我相信呢，有主耶穌呢個咁寶貝喺我哋呢個瓦器嘅當中呢，我哋每一個包括鄧弟兄都必定能夠繼續為主嚟到綻放愛嘅光芒嘅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嘅祈禱嚟到呢一度，盼望呢下個禮拜約定大家繼續一齊去守望神州。拜拜。